朝頭早起身咧，就哇個雙唇係好柔軟、好水潤同埋好豐盈，佢又天然顏色又靚，好容易咁打造一個水光嘅嬰兒肌咯。Inika 咧今個月咧有4個新品都係同唇部有關嘅，呢個就係唇膜，好好用，令到你平時朝頭早咧唔使成日都要保養唇膏。呢一隻咧真係可以做到強效啦，同埋深層嘅修護啦。朝頭早起身咧就哇個雙唇係好柔軟、好水潤同埋好豐盈，咁啲細紋啊，本身有啲硬皮啊嗰啲咧都會冇晒，順紋啊抗老效果亦都好好，而且咧佢個成分都係非常之好。咁 Inika 絕對係安全啦、天然啦，咁冇合成香料啊、無動物測試呢啲都係好重要啦。咁第二個新品就係呢個 Tinted Lip Serum 啦，佢其實有2隻色啦，佢叫做勝肽精華果凍唇油，因為搽完之後咧，即係好似有個 jelly， 好似果凍咁樣啦。佢100% 天然成分，純素人士都可以用啦。裏邊有 peptide 啦，係來自豌豆嘅植物性 peptide， 有溫和又唔刺激，可以減淡唇紋同埋刺激膠原蛋白增生啦。跟住有 ceramide， 都係 for 屏障啦，即係令到嘴唇冇咁容易流失水分啊，好重要。有時係搽嗰下潤啊，跟住鎖唔到水，其實好快又要再搽過，咁你知嘢用得好快噶啦，係咪？跟住又有海蕨啦，做自然排毒啦，同埋會形成一個水膜，都係做保濕補水嘅。跟住好多唔同嘅天然植物油啦，蓖麻籽油、葵花籽油、橄欖油、石榴籽油，仲加咗 squalane 啦、透明質酸啦。總之成分就係冇得輸噶啦。法國小姐咧就出翻佢嘅凡爾賽天竺葵冷製潔膚鹼，咁啊其實鹼好好用嘅，又平啦，即係減完價100幾蚊咁，100% 天然嘅。咁佢喺法國咧係全人手製造嘅，用古老嘅製鹼技術啦，一個 cold process 嘅 soap。成分方面咧就係會用咗法國凡爾賽宮花園嘅天竺葵花葉，咁可以做到抗菌同埋排毒嘅，同埋可以平衡油脂分泌啦。咁跟住又加咗橄欖油、葵花籽油同埋菜籽油嘅，咁仲有淡雅嘅玫瑰香味啦，啲花香啦。咁其實你係可以用喺面、手同埋身體都得㗎。佢話其實可以用嚟落妝都得嘅。呢咧就佢個 sheet mask 啦，咁就一盒有6片。佢特別在咧有個 4D 嘅叫寶石水光活肌嘅配方啦，咁裏邊有孔雀石嘅萃取物啦，經過生物科技提取嘅多種嘅植物萃取複合物啦，都係可以抗氧抗糖化啦。咁加埋佢有 MMC 75啦，少女肌外泌體呢個成分啦，咁就非常之補水、緊緻、抗皺、美白透亮。細緻無孔，基本上全部嘢都做到，就係好容易咁打咗一個水光嘅嬰兒肌咯。面膜咧有一邊咧係完全封死晒啲水，裏邊就係 cotton 嘅棉紙嚟嘅，所以咧佢出邊唔會話俾出邊蒸發咗個面膜裏邊嘅精華，你可以敷好耐好耐，敷成15-20分鐘咧，其實裏邊咧個面膜咧都仲係濕潤嘅。孔雀石萃取有咩特別咧？就係超級抗氧化，因為裏邊有好多 copper 銅嘅離子啊，咁就中和翻一啲有害嘅自由基啦，同埋超氧陰離子啊，即係好勁嘅自由基嚟嘅。儲水系統咧叫海綿式立體補水儲水啦，因為係4面8方有啲水解菌嘅核膠啦，有維他命 B3 啦，4D 唔同大細嘅透明質酸啦，咁所以真係做到好勻循好全面嘅補水啦。Matrix Miri 嘅5合1冰感脫毛光子嫩膚儀，佢可以做脫毛，佢有 DPL 嘅美白嫩膚，佢有 NIR 加一個 NIR 頭400蚊嘅啫。牛奶光可以做緊緻回彈啦，所以係性價比超級高。脫毛咧一啲都唔痛，因為佢嗰個藍寶石降溫啦，再加埋有一個10級嘅肌膚自動識別，換一換個頭咧就可以變咗 DPL 嘅美容光。咁個美容光就係主要做美白嘅，美白唔係淨係黑色素，連你嘅泛紅啦，或者你皮膚係黃啦，呢啲咧佢都會幫到好多嘅。買多一個399蚊嘅 NIR 牛奶光頭，呢一個咧就係 for 膠原蛋白嘅，就係令到你嘅皮膚係更加緊緻同埋有彈性嘅。Synergy 嘅 Hyalur Gel 就係俾你用一啲美容肌啦，都有好好嘅精華喺裏邊咯。係啊，佢有 B5 啦，佢有好多嘅唔同高低分子嘅透明質酸啦，有甘油啦。亦都有潤滑嘅功能啦。Bashing 嘅 Nano Repair Shampoo 就係可以一次過修復晒3種鏈嘅一個修護洗髮水，可以修復你所有嘅毛鱗片啦。洗5次頭咧已經可以修復受傷嘅毛鱗片40%，同埋提高頭髮嘅光澤度105%。佢有成17種嘅生物仿氨基酸啦，有 peptide 啦，有一隻叫做巴豆酸嘅嘢啦，都係用嚟強韌髮絲嘅，修補啲角質蛋白鏈裏邊嘅空隙啊，係啊，就令到佢更加強韌同埋完整啦，所以咧，如果你用得佢多咧，你一次過造型之後，譬如吹啊夾完之後咧，你會發覺個頭髮持久度咧可以達到48小時。Bashing 嘅 Super Gloss 一個精華油啦，加咗3個新嘅成分啦，一個叫做 Thermal Shield， 一個叫做 Amino Gloss， 同埋玉蘭花油嘅成分。咁啦，連續用12次之後咧，你嘅頭髮嘅彈性咧係提高191%。咪明白。